这啊？哎，楼上，贺江自己啊，之前拉了好几单了，没出过问题，人特别靠谱。来，这边，阿江，开门了！等会儿。哎，你好，请坐。哎呀，那就是生活不容易啊。霍长风的女儿。是的，请坐。我姓李，叫李龙山，家里排行老三。你呢，一个人跑车不容易。我可以邀请你加入我们龙兴商运，里面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些跑大车的东帮人弟兄，大家抱个团，不容易被欺负。是合法的吗？哎呀，那当然是合法的，不合法早就开不下课了。就是。